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对去年开始就开始一系列有关教会是啥物的信息。咱有讲过教会是心灵的病院，咱有讲过教会是信仰的学校，咱有讲过教会是一个有听的家庭。咱嘛有讲起教会是弱势关怀者，是见证的团体，是荣耀上帝的圣殿，是福音的宣扬者。今仔开始，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教会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教会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军队，教会爱真做为主征战好的征战的军队。而且是一个团结合作、对上帝忠实的一个精兵。那亲像圣经中间对西布伦之族的描述，圣经安尼讲：西布伦之族会当上阵去烧战的，会当用各项兵器烧战的，因的行伍精济。意思，因真有训练、有锻炼，而且互相合作，无成离心，就是讲对家己的部族非常忠心，有5万人。所以咱知影，伊是一个真会让征战的好的军队。现在兄弟姊妹，咱家做基督徒，有的当然打洗礼。有的已经10档，有的已經20檔、30檔，甚至更較久的時間。咱唔通永遠是屬靈的嬰仔，那親像一個食奶的嬰仔，無法度成長。當咱做信徒的第一天，咱就要開始慢慢互家己成長。對食奶開始，到食糜，到食飯，一直到臃腫起來，成做基督的精兵，會當不斷出去為着福音征戰的信徒。我咧讀新學院的時陣，有一個課程叫做教派觀摩。教派觀摩會當去到無共款的教派去看各教派無共款教義也是敬拜的形式，其中有一個教派真特別，叫做救世軍，大家唔知敢有聽過？救世軍，救世軍伊的創始者叫做卜惠蓮，因夫婦特別是感覺講教會應該愛成做一個軍隊，所以因是用軍隊的組織甲模式來推動教會事工，所以因負責大概無共款的部門，攏有較要緊的職務。因咧禮拜的時陣攏穿類似軍服啦，咱若去因甲因做禮拜，因攏穿類似軍服安尼。但是你來看伊個軍服甲普通的軍服無共款，伊當然有無共款的階級，無共款的分類。比如講，我有看到迄聖歌隊隊長伊穿一件軍服，這有迄個標誌是迄個高音譜表的記號。無共款的負責的部門，伊就穿無共款的軍服。用安尼這個組織去推動教會聖工。所以因的教會的特色就是因的組織非常強，分派時間真緊。我會記我教會佇學生中心要服侍的時陣，有一邊甲救世軍合作。這生會就是迄陣 SARS 發生佇咱台灣，所以有真濟譬如講對中國轉來，伊必須要家己佇厝內底，袂當死叫袂走，所以愛有人去因送飯啦。台南的迄個
市政府甲教会合作，中心就是用救世军，因为救世军的组织非常健全，咧分配工作非常明确，所以阮得配合伊，将这代志办得好势，所以互我留了真深的印象，就讲教会那亲像军队同款，其实是真有组织，真有规律，所以无论咱的教派是啥物货，每一个基督徒拢爱有一个使命感。咱教会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军队，咱应该是这个属灵军队内底的军人。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属灵的军队的第一讲，要甲大家分享，你要做属灵的军队的军人、士兵，你爱有啥物款的特质？我要甲大家分享4项。第一项就是你必须要认同甲效忠，爱忠诚啦。做一个军人，就是爱认同伊个国家，而且爱对国家、对百姓有负担，爱忠心。拄则咱所读的经文的第3节，讲做基督耶稣忠勇的战士，你爱分担苦难。咱来记即只有写忠勇，意思是讲，做一个军人，做一个士兵，毋是干那勇敢就会使，佮需要忠诚啊，需要忠心。伫保罗迄个时代，一个罗马人加入军队内底，伊需要根据当时阵有一个叫做神圣名约的宣誓宣誓对罗马皇帝效忠、忠诚。咱也爱知影，国家招募军人，目的就是爱军人爱保护国家、保护人民。所以军人有宣誓对国家、对百姓效忠的义务。如果一个军人一定家己的国家会认同拢有问题，安尼这个国家毋免烧战啊！这个国家毋免烧战啊！这军人嘛毋免保护家己的国家。所以咱来理解，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真做上帝国的精兵，咱需要对上帝国忠诚。咱需要对上帝国忠诚。这种约那亲像婚姻的约同款，是袂当背叛的。咱教会若咧举行圣礼典洗礼，我毋知你敢会记得迄个时刻。我犹原还会记得迄个时刻。40年前，我考入大学，我去教会洗礼。洗礼进前拢有一寡造就啦，但是洗礼迄一天，我印象足深的，就是牧师会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问你讲，你敢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这我当然我真有信心，我讲我有信，是。第二个问题，牧师问讲，你敢有要反悔你的罪，信靠耶稣救赎的功劳啊无？这当然我知影，我知影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我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会当得到恩典。所以我用真大声应讲是。第3个问题，牧师继续问。牧师问讲：你敢有要一生行伫主的道路，尽你信徒的本分？就讲你敢有要我靠耶稣基督的气力，一生行伫主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敢有愿意安尼行？迄时阵，我的心煞插一下。我迄阵才20岁尔。
我想讲，我若咱活到80岁吼，还阁60当的人活。我60当迄对我一个20岁的人，一个少年人，迄是偌久的时间啊！敢有可能讲一生拢无改变我的心志？所以我迄阵有小可丢毒啊，但是我若万一若讲摇头，我就无说无可能我说咧啊。我讲我愿意，但是我讲了较细声。今日咧回顾迄个时刻，已经过40当啊！回顾迄个时刻，我真正真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互我有气力，互我一生的中间，无论顺境逆境，甚至我人生拄着上界困苦的时期，我永远无离开主。这是主耶稣基督互我稳定，互我力量，互我当持守迄个时刻我对伊的使用。所以这是做一个信徒一生爱持守的一个忠诚的使用。一世人对上帝忠诚，主要说嘛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嘛。所以这是咱必要的，咱假做属灵的军队的一个军人，咱就是爱对上帝忠诚。永远忠诚，而且还有一点，双林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咱做伙组成一个属灵的军队，所以咱有一件代志一定要做，就是咱要对咱这个团体有认同，咱来理解。虽然咱知影咱一个教会无可能完全啦，无迄个完全的教会。但是，咱既然要成做这个属灵军队的一个人，的一份子，咱就爱用积极的态度去回应这个无完全的团体。意思是讲吼，咱若看到无完全吼，咱毋是去来批评啦，毋是去来嫌啦，咱是安怎设法去补满这个无完全的团体，无咱要去修正。咱若无成做一个同心合意的团体，咱就无法度去争战嘛。所以这是牧师第一个劝勉。咱若要成做属灵团队、属灵军队的一份子，咱就爱认同佮效忠。第二项，咱要成做这属灵军队的一份子，咱就爱装备训练。做过兵的人就知，做兵的人一定要先去新兵训练中心，而且接受上界基础的训练。上界基础的训练就是立正守势，安怎行咧，安怎提枪，安怎做迄个枪，安怎射击，所有这军队爱遵守的规矩，对头开始教。而且一再来咧复习，每一个动作拢要求正确，到落尾爱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会变做一种习惯。为什么要变做一种习惯？因为你要去修正的时候，你袂当搁伫遐讲啊，我迄阵是安怎？你要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才能马上应付迄个修正的时阵，会无共款的状况。做一个信徒嘛是同款，咱毋是讲洗礼了，一切就结束啊，毋是，洗礼了才是开始，咱开始操练了。祈祷爱操练，读圣经爱操练，传福音爱操练，服侍别人嘛爱操练，关怀别人嘛爱操练。经过操练，互这个操练变做咱生命一部分，咱才能成做基督的精兵啊！无突然间拄到一个无道友讲爱你替伊祈祷，我袂晓祈祷，我都无操练着，安尼就无法度为主做好的征战。咱知修正毋是在于人济，
实在伫即个参与征战的人，伊到真正有迄个技术，真正有迄个心智。咱看基甸，那用300个人去拍倒缅甸人10几万大军，所以牧师爱大家爱明白，一定爱做基础而且装备甲训练，至少爱做3项。第一项，就是你至少爱明白咱教会存在的目的啊。牧师已经重复过来遍了。教会存在目的就是爱，互咱会当有所在通敬拜，同心敬拜，爱当互咱交陪，彼此关心，爱会当出去宣扬福音，爱当做服务的工作，佫会当伫遮做培养训练教育的工作。这5大功能，大家爱记的。若袂记是，牧师对旧年讲到今年，教会是心灵的病院，教会是信仰的学校，教会是等等，遮就是要帮助大家知影咱教会存在伫即个所在的目的。你若知影教会存在的目的，即个军队存在的目的，你才知影你要配合嘛。所以这是第一项爱知。第二项，你要培养迄个服侍的能力。我拄则讲过，咱教会有足侪通服侍的所在，你要开始培养你服侍的能力。装备好家己，才能征战好的征战。咱装备家己，咱才能根据咱的运势，会当去服侍上帝、服侍人。所以这点也非常重要。第三项，教罗为咱来穿属灵的军装，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所讲的：真理做腰带，正义做护心镜，爱穿随时宣扬和平福音的鞋啊，爱摕信心的盾牌，爱用救恩做头盔，爱用上帝话做圣神所赏赐的宝剑。安尼，咱就全副武装，会当去征战好的征战。而且操练爱不断持续，一直坚持，互你真正真做一个训练有素的精兵。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咱知影军队就是爱遵守纪律嘛，纪律分做2项。第一项就是爱遵守规矩。不照所读的经文第5节讲，人伫比赛会场合里面比武，若无按照规矩，袂当得到冠冕。运动比赛有运动比赛规矩，你去拍篮球，篮球的规则。踢骹球、踢球的规则，拢爱照规则来做。啊，你若犯规，就是爱向处罚；啊，无犯规就是爱向取消资格。你甚至得到真好的成绩，因为犯规，嘛爱向取消这个应该得到的成绩。最近有新闻讲就是讲日本的一个野球选手铃木一郎，伊受算通过，当进入迄个美国的名人堂对无？当然伊是差一票啦，还是真可惜。因为伊有真好的成绩嘛。咱知影伫迄个美国的这棒球的大联盟内底，有足侪有真好的成绩的，但是一世人无可能入去名人堂。为什么？因为可能过去捌去用掠着讲。使用禁药，所以伊成绩就无算嘛。而且一世人拢向拒绝，无可能入去。应该爱得到的任务，无可能得到，这是无守规矩嘛。咱教会内底嘛是爱守规矩。规矩就是啥物？就是知影啥物代志应该做，啥物代志无应该做。这记载伫倒？记载伫咱的圣经嘛。圣经来讲，误会、淫乱、贪婪的代志，恁连讲都毋通讲，因为恁是上帝的百姓，这代志就袂当做。圣经嘛咱讲，遐美善通伫恶乐的代志，一切真实、高尚、
公正、纯洁、可爱、阳光的代志，拢爱重视。这代志就是应该做的，咱就照规矩来。咱信徒爱做的代志，咱就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咱就无做。将来咱会当得到迄个荣耀的冠冕。第二项，爱照顺序，凡事拢有规矩，若无规矩就无次序，若无次序就混乱，混乱就无成一个军队啊！啥物叫次序？保罗先安尼讲吼，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凡事拢爱规规矩矩，照着顺序来行。因为哥林多教会因有真侪文书，但是逐个人拢高举家己的文书，感觉家己的文书上介重要，拢要做大先，所以就混乱去啊，无按照迄个顺序啊。所以保罗来劝勉恁爱安尼，什么叫做顺序？顺序就是知影什么爱先做，什么时阵爱后做。是讲正确来讲，就是讲爱伫对的时阵做对的代志。譬如讲，我说举一个例，而且我嘛提醒大家做侪遍啦。咱来教会有真侪目的，对无？咱来教会，咱敬拜上帝，咱嘛会讲甲别人亲密沟通。但是咱即马，譬如讲，咱即马是咧敬拜上帝的时阵，咱就专心敬拜上帝。你别当讲敬拜上帝的时阵，你要甲别人亲密沟通，一直甲别人讲话，叫你家己无咧敬拜，别人煞有来受你影响，袂当敬拜，就是无照顺序啊！就即个时阵专心敬拜，礼拜结束了，咱有足侪时间会当亲密沟通，安尼就是照顺序。所以这就是咱做一个属灵军队内底的军人爱学习的。遵守纪律。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项，就是专心顺服。军人上界需要的是顺服。伫即个一个新兵初期的训练，就是爱训练伊无犹豫服从命令，因为若要烧战的时阵。军人服从的天性，会当救伊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有一个常识就是讲一个军人无迄个权利去问讲为虾米啦。要烧战的时阵，你的顶司来讲你对正边这边讲过，你别当讲为虾米？我较习惯行倒边咧。你别当安尼问因为。顶司有看到全部的需要，伊知安怎分配对的人去对的所在，安尼才会当镇压迄个争战。咱的顶司是啥物人？顶司就是上帝嘛。这咱就是爱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至少有3种特质，互咱。知影伊专心顺服上帝。第一项，伊无照家己意思，伊专心顺服。做兵的人当然袂当照家己意思，我欢喜做啥就做啥，毋是安尼。相反，基督征兵嘛是安尼。咱看耶稣面对十字架苦杯的时阵，伊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伊讲：爸啊！假使哪会使，互即个杯离开我，伊嘛是家己的意思是讲无爱啉即个杯啦。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咱看去圣经，伊祈祷3遍了，伊就完全顺服，顺服上帝的意思，行十字架。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所以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爱学习，毋是照咱家己的意思，
是照上帝意思去行。咱来加读伊的话，透过祈祷了解上帝的心意，这是咱爱学习的第一项功课。第二件代志，咱看见耶稣，伊做任何代志，就是无求荣耀家己。伊讲我无求家己的荣耀。耶稣咧责备遐个法利赛人甲文士，因是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因这个人吼，做任何宗教性的活动，拢是咧为着要品捧家己、荣光家己、表现家己偌虔诚，毋是要荣光上帝。咱来学习耶稣，无求家己的荣耀，特别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全体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毋是你家己个人的胜利。最后一项，无求家己的享受，甘愿牺牲。保罗讲，做基督耶稣重要的战士，你爱分担苦难。咱来真清楚哦，保罗伫遮讲分担苦难是安怎？爱献出伊的生命。迄甲咱今仔是无共款哦。提摩太啊，你爱献出你家己的生命。爱宣教啦！咱今仔日吼，上帝对咱的要求已经降低真济啊。咱做基督的精兵，咱可能大多数的人拢毋免牺牲家己的生命，咱只是牺牲一寡时间，牺牲一寡温数，牺牲一寡精神，可能有时牺牲一寡金钱。咱毋免阁亲像早期安尼牺牲家己的生命，但是咱敢有比过去的宣教师对过去的信徒较敬虔，这是咱来反省的。无求家己的享受，甘愿为主来牺牲。所以无需要勉励大家，咱大家爱加油啊！咱看见着主耶稣基督为咱留落遮尔好的模样，咱来学习伊。咱讲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咱毋是应该学老师吗？所以要甲大家讲，请大家毋通做逃兵啊！啊，你若留落来做兵，有人毋通做天兵，咱后一讲会讲安怎毋通做天兵？咱好好尽忠。做基督的精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地地，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互阮知阮毋是一个幼稚咧食奶熟练的囡仔，阮爱成长，爱大汉，爱装备家己，互家己成做，互你使用基督的精兵。求主会当成全阮的期待，特别伫新的一冬，求主互阮新的意向，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上帝国的需要，尽阮的气力来拍拼。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